小比卡劇場 Pika Little Theatre Pika Pika 從前有一隻小比卡在森林度生活，有一天 Pika Pika 你願望想要咩？我可以給你願望成真，我想快啲變大個，點解嘅？因為想同人拍檔，然後做 number one。Why？ 我唔知道啊。OK， 等你大個就知道。Super。有一天好耐冇見，終於見返你，可以再許願嗎 ？OK， 好，點解嘅？我做過 number one， 然後主人離我而去，再然後轉去做船長，環遊世界，見過好人、壞人，覺得好悲哀，可以再許願嗎？我要人類，我要世界。